你準備見到漢堡有咩感受？太重啦！三次個球，佢咪又攞第一次扮 show 係嘛？就係要玩呢啲先好睇，係嘛？聽唔到你講咩？舊年就係一路食西瓜，一路食榴蓮，食到12食到有苦為止。你又唔覺得有乜嘢影響？中唔中意食西瓜啊你？阿寶？咁樣嘅話幾恐怖，即係唔係所有商品咩？如果所有商品嘅話，佢有啲好實實，你落咁多唔搽，咁多中國茶，佢有牙膏啊，咁我哋都有加翻喎。加翻，雙方都係唔會將啲最致命嘅同埋啲最無聊嘅嘢加進去。有好多啲 BB 車生產咧，佢係原材料進口入嚟組裝。阿冇。要天嘅。媽咪準備見到漢堡有咩感想？好啊，爸爸又嚟睇下你生乜樣啊，漢堡。我都未睇過。这个手一直在你头上面黑。我对这都好。这个还行。給你發報告啦。好，那就出報告。而家就快8點，啱啱先到屋企，加咗一個好大嘅班。哇！咩嚟㗎？漢堡啊！好聽我啦，係咪？漢堡。河粉。阿翠，你諗住攞咩牛嚟炒？大廚今日可唔可以影你炒牛河啊？可以，點解唔可以啊？我話唔可以喎。漢堡個嘴同你好似。一下嘅喎。跟着我有问题，你觉得我爹味重吗？太重啦！太重了。沉默有啊，你跟你说实话，你爹味有丢吗？有。告诉大家怎么去判断这个油腻？叫油腻。吃这个。蓝瓶。你等一下，学油腻学的好像。真好吃。不知道，不去找我就怕我，你把自己你找我呀。以后我找
泰國的不聽勸告。咩泰國柬埔寨？每一次錢醫生都會話我肥咗好多，但係我都會同佢講我冇肥到好多，然後我每一次同佢講我嘅有運動，開始運動。冇事啊，醫生你醫生又唔會罰你錢。咁我點解嗌醫生咧？總之麵包嘅材料已經準備好啦。放蜂蜜一啲都唔似哦，因為頭先放咗油。張凳運咗好嘅。師傅整麵包。我不喜歡玫瑰，我最討厭的是玫瑰。要不要先吃一口？这个我特别喜欢，很好看啊，太一点了。比如说在桌上，然后意见不同。师傅这每一天谈的演啥呀？他都这么了解了。你觉得你做饭？对对对。不是你这，但是这次也是通过我老婆我才有的这个习惯。我以前是。你整心雞湯？哇！我有咧，我開始就佢攞呢個沖我用。我加你個人再睇。